夏蘭特麥巴比美斯又入3球啦！好啦，咁大家好啦，咁今集咧我就會分開 part 1、part 2、part 3、part 4嘅，等我陣先啦。OK， 翻嚟，咁就會有分 part 1、part 2、part 3、part 4啦。咁咧，我就因為會做個前膽，就係今晚4隊咧有4場比賽啊嘛，世界盃。咁我就會講晒嗰4個嘅，分別有葡萄牙對烏茲別克啦，英格蘭對加納啊，之後就巴拿馬對克羅地亞，最後就係哥倫比亞對剛果民主共和國啊。好嘅，就首先第一場先咧，一定葡萄牙對烏茲別克，我就主要都係講比賽啫。葡萄牙 C 朗迷啊，最後一屆啦，咁我就當然唔係中意C朗噶啦，我中意英格蘭，我都係撐英格蘭嘅啫。就預計我覺得葡萄牙應該會贏嘅，大佬你冇理由俾阿烏茲別克咁都贏到，上場對住剛果民主共和國和咗1-1，仲要係補時階段俾人追翻上半場啦。OK，就估葡萄牙，我預計應該對住呢隊嘅烏茲別克係贏3-1嘅。嗱，咁就C朗未嚟，咁就上場就對住剛果民主共和國，C朗拿度係冇入波嘅，所以當場嘅焦點一定係C朗拿度啦，睇下有冇入波啦。因為你睇下人哋美斯入5球啦，已經踢咗2場波，夏蘭特入4球，麥巴比入4球啊都。咁你 C 朗你都要俾翻啲表演㗎，你冇理由咁樣嘅喎，係咯。咁就等 part 2啦，拜拜。